连印媒都哀叹总理的努力白费了。2025年对印度是失败的一年。12月26日这天，印度颇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印度教徒报》发表了一篇篇幅颇长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沮丧的情绪。文章虽然也客套性的肯定了莫迪总理勤勉努力，付出诸多心血，但话锋一转，便毫不留情地对2025年的印度做出了彻底失败的定论。平日里总是把超级大国挂在嘴边，一副趾高气昂模样的印度，怎么突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呢？莫迪在这一年里究竟遭遇了什么，以至于连自家的媒体都按捺不住，公开唱衰起来？咱们不妨先从印度一直以来最为引以为傲的美印关系说起。这些年，莫迪在国际舞台上可是把亲美这张牌打得淋漓尽致，跟美国那关系近的简直不能再近了，就差没当场拜把子结为兄弟了。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消息刚一官宣，莫迪的贺电就跟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发了过去。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发出邀请，表示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前往美国进行拜访。那股子热乎劲儿，不知道内情的还真以为这俩是要携手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然而，国际交往可从来都不是靠感情至上来维系的，现实往往就像一记重锤，来得又快又狠。4月2日，特朗普突然对全球发起了一场关税战。这一波操作虽说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但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他给印度加征的关税税率竟然高达 50%。 这 50% 的关税税率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哪里是对待盟友该有的态度啊，分明就是把印度当成了可以随意宰割的冤大头，狠狠地薅上一把羊毛。更让印度感到难堪的是，这个税率竟然比给中国的还要高。莫迪当时估计心里都蒙圈了，自己掏心掏肺想尽办法的讨好美国，把对方当成大哥一样敬着，结果人家转头就把自己当成了垫脚石，这上哪儿说理去？印度一直以来都自我感觉良好，把自己定位成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合作伙伴，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跟美国平起平坐。可这一记响亮的耳光下来，直接把印度的脸面打得粉碎，连渣都不剩。印度国内的反对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各种嘲讽和批评如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莫迪这就是费力不讨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去讨好美国，最终却只换来了这样的待遇。这事儿可远远不止关税这么简单，它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动摇了印度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大国梦根基。莫迪苦心经营了这么久，满心想着能借着美国的势力，把印度打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风光无限。可美国这一波操作，明摆着就是告诉全世界，印度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根本不值一提。一旦美国开始疏远印度，甚至变本加厉的压榨印度，莫迪之前精心描绘的那些大国蓝图还能有实现的可能吗？恐怕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一场空罢了。57空战惨败，倘若说被美国在背后捅刀子算得上是印度在外交层面的重大失利，那么接下来这场发生在天空中的激烈战斗，可就是印度实实在在无法辩驳的军事惨败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老对头，边境地区的小摩擦就跟家常便饭似的，从来就没消停过。国际社会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在以往和巴基斯坦的交锋当中，印度总是仗着自己国家体量大，武器装备数量多，在战场上那可是占尽了便宜，处处压着巴基斯坦一头。然而2025年爆发的这场被外界称为57空战的激烈对决，却彻底颠覆了所有人以往的认知。印度这回可不是在小小的阴沟里翻了船，而是直接把自己的军事颜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摔得粉碎，连捡都捡不起来。巴基斯坦这边呢，装备的是从中国精心采购的歼14战机，再搭配上中国成熟且先进的作战体系，这战斗力瞬间就提升到了满格状态。最终的战斗结果简直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5-0。巴基斯坦的飞行员们操作着歼14战机，干净利落地击落了印度5架战机，而自己这边呢，战机完好无损，连根羽毛都没掉。这战绩一公布出来，莫迪的脸色估计比锅底还黑，
难看至极。要知道，印度为了提升自家空军的实力，那可是下了血本，砸进去了大把的真金白银。从法国引进了阵风战机，之前还把这阵风吹嘘的神乎其神，说是空中王牌，仿佛有了它就能在天空中称王称霸了。可谁能想到，在这次实战当中，这阵风战机却被歼十 CA 战机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完全没了往日的威风。法国达索公司一看这情况，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忙急着甩锅，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一个怕被连累的旁观者。他们直言不讳地说，问题根本不在飞机本身，全是印度飞行员的技术太不过关，驾驶水平实在太差劲了，而且印度的指挥体系更是落后的一塌糊涂，简直没法看。这话虽然听起来特别刺耳难听，但却实实在在的把印度最后的那块遮羞布给彻底扯了下来，让印度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面。更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面对这5-0的惨败结果，莫迪政府不仅没有好好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派出了外交代表团，满世界的到处喊冤。他们声称这是巴基斯坦的虚假宣传，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外界看到的这样。印度在这场空战中并没有输得这么惨。就在这时候，刚刚才在背后捅了印度一刀的特朗普又跳了出来。虽说特朗普平时说话就跟没个准星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这次他却偏要戳破印度的谎言。他反复强调，这场空战的结果不是5-0，而是6-0，那语气坚定得很，就好像他就在现场亲眼看到了一样。特朗普这补刀补的那叫一个又准又狠，直接就往印度那已经鲜血淋漓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疼得印度直咧嘴。这事儿也暴露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印度那种靠从各个国家购买武器拼凑起来的万国牌军队，在现代高度信息化体系化的战争模式下，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检验，就像纸糊的老虎一样，一戳就破。不管是5-0还是6-0，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军事威慑力的彻底崩塌。巴基斯坦现在有了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印度要是再想在南亚地区搞霸权那一套，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那纯粹就是白日做梦，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场空战直接把莫迪上半年在外交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军事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炸得灰飞烟灭，啥都不剩了。国际舞台边缘化，咱们再接着聊聊第3个把印度困得死死毫无招架之力的困境，在国际舞台上逐渐被边缘化。以前的印度啊，那自我感觉简直好到爆棚，总觉得自己是国际舞台上的香饽饽，地位独特的无可替代，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谁都离不开的。在冷战那个特殊时期，印度凭借着不结盟运动这块金字招牌，在美苏这2个超级大国的阵营之间，那是玩得溜溜的，就像个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在钢丝上自由穿梭。美国和苏联都想把印度拉拢到自己这边，对他各种示好，给好处。这一来二去的，印度可就飘了，真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好像没了他，地球都没办法正常运转了。冷战结束后，印度还是继续玩着这套左右逢源的老把戏。毕竟被英国殖民了那么长的时间，印度骨子里就跟西方国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后来呢，又借着美国想要遏制中国发展的由头，从美国那儿捞到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尤其是前几年，美国为了大力推进他的印太战略，简直把印度捧上了天，各种夸赞，各种拉拢，还搞了个4方安全对话，把印度拉进去，让印度产生了一种错觉，真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亚洲的老大了，走路都带风，那叫一个得意。可这种被捧出来的虚假繁荣，就像泡沫一样，一戳就破。他让莫迪政府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幻觉，误以为自己在国际上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印度本身的实力足够强大，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万万没想到，2025年的国际形势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变化的又快又猛。大国之间博弈的节奏快得让印度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像一只被突然抛进漩涡里的小船，晕头转向。特朗普上台之后，把美国优先的理念贯彻的彻彻底底，在他眼里哪有什么战略伙伴，只要对自己没好处，管你是谁，直接就把凳子给踹了。
毫不留情。印度这下可惨了，一下子就像被吊在了半空中，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尴尬的要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更让印度感到绝望的是10月30日这一天，中美领导人在釜山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会晤，这可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啊！两个大国直接坐下来面对面沟通，这意味着很多国际事务根本不需要什么中间商来传话了。而印度一直以来都心心念念的想着在中美之间当那个关键的平衡支点，想两边都讨好，两边都吃红利。可现在倒好，大国直接对话了，印度这个中间商直接就被踢出了局，就像被人狠狠的扇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疼。这种被边缘化的滋味，可比打一场败仗难受多了。以前那个在国际舞台上潇洒自如、从容淡定的印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形象，就像一个原本穿着华丽礼服的舞者，突然被人扯掉了衣服，只能尴尬的站在原地。说到底，2025年对于印度来说，就是一场毫不留情的现形记。美国的背叛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打破了印度的盟友梦。印巴空战的那场惨败，就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打破了印度的军事强国梦。而被大国博弈边缘化，则像一场无情的暴风雨，彻底浇灭了印度的地缘政治梦。这三个梦一破碎，印度还剩下什么呢？也难怪连自家的媒体都忍不住唉声叹气，哀叹莫迪这一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就像一个辛勤耕耘了一年的农民，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发现颗粒无收。总结起来说的话，印度这一年的遭遇，其实就是实力配不上野心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大国博弈激烈、竞争残酷的国际舞台上，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和清醒理智的头脑，而不是投机取巧、走捷径和自我催眠。不然的话，最终只能落得个像印度这样的悲惨下场。